保养术款，向上太上宫，有法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土司总阿总股吼。大家有谈过一句话冇？很多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故所讲呢，朋友在你生活当中当重要哦。你可能从小到大，有一些的朋友，乜嘅話都做得講，乜嘅故事都做得講下來分享。咩有一些的朋友啊，因為小可事情就反目成仇，變做人熟人了。到底你朋友老朋友之間，哪一條事情是要來注意，哪一條事情做唔得做咧？你根本邀請到50後生人老大家分享，到底朋友之間有乜嘅 NG 嘅行為咯？眾人分享今日後生人，好，首先老大家小嘅係質疑。大家好，我係朋友猜前唔猜到嘅質疑。哦，專門質疑，請依就喺老大家小嘅做呢家。大家好，我係朋友多多，一頭拉骨都做唔睇嘅家家呢家。好，歡迎呢家，你老質疑點多呢？係啊，完全相反呢。每年看好啦。重量重估中你冇好朋友。有好朋友。哦，第三就係老大家小嘅做北鹹。大家好，我係自家當 good， 唔過遇到朋友 no good 嘅北鹹。等下挑啲多啲問一下唔 good 咯。第四就係小嘅做慧琴。大家好，我係慧琴，我有當到朋友係超過20年。好，最尾以上係小嘅做小鳳。大家好，我係聲音不清，教人教到貴嘅小鳳。哦，冇按呢，懂定人講嘅教人教到貴。第七家就會貴啊。沒有講，搞到晒朋友啦。假如老大家講過吼，根本要講嘅主題就係人老人之間嘅溝通問題啊，係相處上嘅問題吼。你大家講到，自家有適當多嘅朋友，猜字唔猜到嘅質疑，咩有讀過朋友當歐巴係冇？真年輕歐巴有加錢版，還有關心刺頭嘅，就係動作慢到，呀真件當唔好呢。睇起來動作慢到睇起來很做得，唔係佢係非常嘅。大擺都慢到，大擺 always 出錯嘅，唔係 sometimes。真嘅，因為以前你真係親好嘅朋友，你係大禮拜向下出去了解。唔講誒，佢大禮拜你出去了解時，就會等佢8點鐘，後來要1點鐘到2點鐘。古時我知道吼，佢可能唔係台灣嘅。佢司機可能說泰國啦，可能係澳洲啦。難怪你電梯都按用步嘅喎。細都你董事長中意河邊公園定？本來愛上海藝，係藝本人上海藝，係冇？佢做乜佢會按嘅吼？其實藝一開始，藝感覺因為藝係超有耐心等人嘅人，故所以藝就會慢慢地，後來有一擺藝真係感覺按用做唔得，就會有條嘅藝第一擺本嘅按用型，後來就佢感覺你就會等藝啊。故所藝就做得遲到係冇，佢就感覺理所當然。後來有一擺藝就佢有遲到嚟哦，藝要打電話本佢講。你又遲到嘞！我是笑嘅講，你又遲到嘞哦，對，你等下搶來試兩個哦，哎呦，後來佢就直接聽埋講，好，後來佢來了，佢講排聲藝遲到嘞，對。佢報每期要搶，冇啊，當然佢就感覺哎呦冇乜嘅事情啊，我就啲嘅別人講飲料嚟，我排聲嘛，我排聲嘛。大家哎呦唔好，因為哎呦有啲衝衝去拗佢搶來試東西，係我就冇想去做要搶拗啊！冇藝唔想去做按樣嘅人，後來感覺真件等到真件冇想去做朋友咧，就慢慢有距離咧。你知道都兩個時代吼，大家就動作會遲到、慢到，又係表現掉，變做嘢習慣咧。就以前係冇智慧行天發嘅時間，人行會較準時，唔過你下慢一個訊息來，我會慢到10分鐘。你家下有講到還有加錢5萬係咪？加錢5萬咩？真嘅咩係現在當等人講嘅一種行為呢？真嘅，因為這樣事我係學生誒，你學生係人用錢冇一度嘛。故所這樣事，我感覺1000Q就輕到咧，唔過佢喺忽然之間傳嘅 message 本嚟，佢講要加3000Q。哇！3000元差唔多學生時代做得一整嘢了。差唔多。都係買到多東西啦。係啊。你3000Q 好加人啊？係啊。也係你全部嘅錢會存錢，錢會存錢。嗰時候這樣事，佢就傳俾上邊個人講，要加3000Q。我就想，因為你唔係同學咧，因為佢後來唔係同鄉入學教嘅。
托其他好教。係後來嘅，唔講係想朋友要難愛聽書，因為咱係後來嗌要咱嘅時節朋友咩做嚟聽書買啊，係互相嘛。結果你就老小鳳共用10年唔前啊！係啊，是聖言不齊。嗌就真經加本嘅哦，後來嗌加本要佢就不見係完全聽唔懂。就係猜人事件整法。真經，嗌傳 message 本嘅佢完全都唔會嗌哦。唔得嘅，就錯。完全唔得嗌。後來嘅，Andy 有一擺係青島人超強下來食飯，佢咩遊戲？後來嘅佢看到嗌喊早唔記得。就是早唔係唔記得，佢早冇兩件事。係早冇兩件事情，因為嗌咩排使講，嗰三千條，懂感嘅啦。嗌剛剛愛用要都會，人家生意哦，就會面皮下撲啊，加上面皮下盤哦，就都得在太監面前，送百張已經3000塊。你也係花啊，應該咁。你咁樣有度過價錢唔還？係唔係嗌咩要度過價錢唔係，唔過嗌冇錢加本意啦。咁所以呢，嗌就冇加成功啦。唔過幾時間嗌記得啊，嗌條好教要董事行。伊嘅事情，應該上係一團體啊，有啲像老處費，當地人講哦，因為嗰時唔啲用嘅好，就有當到嘅朋友啊，就講啊，唔啲麼，佢攞嚟加錢，嗌講用埋加法。就用苦肉計，就嗌到自己加錢後咧，就話自己加嗌錢啦，嗌阿公愛死體啦，嘅素團體啦，因為買代言煙啊，愛使有一筆錢，係，唔過其實佢可能自己就會加嗌咧，就同情心嘛，係冇唔錯，唔過一種錢可能愛睇掉，可能1萬塊、2萬塊嘛，佢就會講。唔是到2000塊就好哦，你切對外加本金啲麼？係，其他唔叫講嘅朋友咩可以亮過安尼加1000、2000。冇唔錯。一生人加2000，你猜錯哦，就加1萬2嘅嘛。係啊，佢就要按用嘅方式，唔過冇想到啊，佢按用加錢，唔係愛幫出佢嘅阿公，係因為佢愛自家嚟投資。哦，自家嚟加錢嚟投資。一定會勝利，韓國一勝利。當初唔係當單純的勝利啦，冇正經嘅，冇正經嘅勝利。韓國親密啊，一錢啊，咩係人間蒸發啦，哪唔賺來嚟啦？嗰個要自家可唔可以減免嗰種團體？係啊，韓國喺面啊，一件事情嗬，見穩見態條，像付出嘅溫奶沙。當地人講，因為見來見態嘛，啊學校出地咧，結果出地講哦，當初學校地嗌係唔地啊？我已經畢業了，我哋係不同年代的哦。長先懂。冇啦，唔講。咁咩都係上班班係唔啲。冇啦，因為幾時節學校地嘛，學校地後出地講原來係對岸幾位嘅朋友，然後佢哋也條位一群嘅朋友，中國嘅朋友組織，係按用講做啲按用賺錢，佢哋就按用邊個做啲用按用嘅方式嚟去加錢，我嗌所當地人嘅按用嘅團體。我知道加錢嗬，做啲看出兩個朋友得得夠冇，真嘅係看清13年嘅好嘅方式，就可能先加佢200、300。因為加上有人講錢啊，就送感情啊，之後係真嘅啦。講到錢真嘅會送感情，跟小鳳妹有讀過朋友讓加錢加東西冇辦。然後至於佢樣，唔過比較行較歐吧，佢唔單加錢哦，佢馬街就做在加人哋嘛，一開始都在加嘛，也加唔得，好東西加唔得，一開始想講錢要加到嘛，可能就食飯嘛，而係請朋友食飯，然後朋友去約會啦，係，唔過安尼就算啦，最後佢哋唔較熟以後咪嗬，散夫。哦，係冇誒，馬街就都在加。嗰種鬼神嗬，從頭到腳係騙你嘅東西。佢按冇錢哦。佢唔是自己買唔掂嘛，佢安尼去騙人無卡帶咪嗬，安尼加一身散夫，安尼就是你。安尼乖乖。是你意思。講按用檔位上錢咧，檔位上錢。佢趕唔會出去嘅時間，佢茶都老人家。要我多半沒加，反正只要你冇嫌嘅東西，佢全部就加的。嘿，真係到歐巴嗬，幾多爆米咪嗬，很容易點嘛？你上次去學校，叫乜人買早餐，出去了叫乜人買飲料。你想講哦，講人按後面就很大氣，按太瘋，叫唔係哦。嗰是因為佢人加錢，佢買飲料不能食嘛，佢就用 Q 嘅，用 Q 嘅，即係用 Q 嘅，佢係動司哦，動 Q 是 Q 咪嗬，最後裡面唔啲，佢都係 Q 唔幾多，係啊，清我得啦。然後你就會發現到，哦。唔咩要加幾錢？唔咩要加幾錢？嗌咩要呢？嗌上多嗌錢咪好，就係幾樓幾家先萬嗌安尼。
佢加骗人的钱来度人的私。嘿，讲到按照加钱加东西哦，相信大家应该都世人已经可以清楚了嘛，吼。然後他們仲要把他檢掉，吼。佢飛期有度過其他他歐巴嘅事情。未差唔多誒，係從緊即家嘅東西本應拿着，咁講要冇留愛講，所以有啲係啊，有啲朋友其實啲愛會下câu啊，但其實會讓愛個câu去吵，還有一部分愛是自家都推下堂，想嗰條câu用按收拾咯，係愛自家嘅câu啊，係愛嘅câu咧，佢先愛用唔啲咯，所以。按用感覺是冇按好。你個朋友係商業表演係冇？係商業表演，所以叫存錢。如果你違反嘅 any 嘅程序，講唔準。所以你就參加老義工，謝謝。錢拿來。謝謝。在後台等他。係啊。跟後來你種朋友是參冇留幾行按權啊，因為自己係按用應概念。韓國飛平還有一種同好地設計嘅朋友係冇？有都誰買朋友啦？還其實動好多免書當不會瞎講，我今天又買了幾萬的包包啊，係啊，他們有了馬莎希，買個5星級，買個下午茶，然後當日個免書店開落是看到佢，按用個 po 文，佢需要睇自己嘅裝上，係，佢需要睇自己嘅裝上。佢就像加廣告嘅嘛，食髓知味，本期量粒望頭嘅，其實你就吃到自己做嘅爽喜甜。係啊，剛剛還有係對自己冇信心，這樣會應該多少？想愛騙人嘅故事啊，係啊，所以我每次都按用緊，你是點樣看到會會？嘅按用嘅朋友用嘅係來處理。唔會攞佢按聲，係，唔會攞佢就講 hello 你好 ，hello 拜拜，你好，按用之後咧，係，他係講免書當本嘅話，我是差唔多都會解除朋友關係，或者取消追蹤。我應看到佢嘅動態。係啊，除咗家看到嘅呢啲嘅奇怪嘅行為以外，嗬。觀眾朋友，人家朋友之中，係唔係有啲同好電器架、同好電風扇嘅朋友？到底呢種朋友會有乜嘅行為？你先聊下，等下再來，再講了。比方講以前冇愛講，愛要變皮膜，冇愛。你剛剛愛要變皮膜？愛做油啊，你變凍皮耶。凍飯嘅愛想會減皮。愛就讓人講愛減皮，唔講唔當要食宵夜。唔過有人請愛去，愛就想愛去下，因為呢，那係愛唔去，愛就請掃興啊。定下愛一下就懂到一種朋友。歡迎到咗嚟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嗬，剛剛 Annie 有講到嗬，朋友之間啊，有一種朋友懂得人啊，懂好點，懂好地，懂好炫耀自己有什麼，跟你家生活有那種懂優越感嘅朋友嗎？真嘅，我有朋友就懂好地，韓國叫有懂好種嘅強兄弟冇，就明明就想愛地妖怪假生意啦。大半門佢講就話啊，我唔會，愛用自己朋友，韓國啊。有上司啊，練功嘅時間啊，可能有上司按練，佢就亂練咯，因為欣賞冇出來嘛。我欣賞你順風嘅時間，佢馬上就，哎呦，精氣神都出來了。變異產業。嘿，就精氣神都出來了。韓國有一班我記得，出門佢講，你考試準備以後啊，佢就講，我根本都冇準備，結果唔掂冇。給考試天啊，拿出來都係100分。真嘅，青島按樣嘅。因為種嘅朋友才懂歐巴。都講冇讀書又考100分。係，最高境界呢，很討厭。係啊，還有懂到一種朋友就係考試唔漏聲。考試唔漏聲。跳杯嘅係嘛？係，就從按樣嘅你啊，就從按樣嘅你啊。跳在利用字眼，你嘛？你就唔漏聲啊？懂好利用字，唔講我相信，按樣嘅你好，唔係按位利用，因為我朋友係懂位利用哦，佢利用到可能按考試啊，求60分嘛，60分有幾個出好，係，佢係愛100分。100有書啊！真，我唔知應用班來考試唔漏聲嘅，可能係課本全部拿出來吧，我唔知，我就說懂歐巴。做到100分。係為到獎學金哦，按樣就知道懂歐巴。真嘅懂歐巴哦，你生活可能都要懂到做事情做到親歐巴嘅經驗哦，佢百強生活嘅朋友咁要按歐巴。
讲咱美友哦。就会你去搞黑嘛？冇啦，因为你这个本身就会欧巴给你我开始是讲咧，我当 good，我嘅朋友当no good。 no good 用白 no 法。我就一个大学嘅同學哦。 佢係做保險嘅朋友，佢後出了道吼，佢嘅面試哦，當講吼，佢用辦啊成功達標啊、晉升等等嘅文章吼，佢會做得，我最獨唔掉嘅，只係佢會到臉書當講吼，佢按厲害啊，按用按強啊，按用哦，其實都唔強。就算咧，佢還會定名講吼，馬莎當食牌按用。懂唔好，因為就會加點配上人嘅食牌，世界快樂建築都配上人嘅食牌當紅嘅。冇唔錯。 佢吼罕有哦，因為佢嘅阿哥啊、阿嫂啊係美容路當嘅紅人，風煙就知道。冇問佢係瑪莎，太明顯了，太明顯。其實人為吼，自家咪係명聲，是徐聰哦，自家當好啲啦，到面書當啊，鋪自家創過嘅人片啊，不過吼，佢嘅上任哦是從差2 19年，差2 99是錯嘅，唐老鴨安樣型哦。 安定物件，俺唔知佢嘅人氣從哪位來嘅，從哪位來嘅？很久，佢吼自我感覺動良好哦，佢就禮拜吼到網絡節目講到黑男嘅網絡對配對嘅種節目啦。我有朋友啲嘅好朋友配對，本黑男簽計吼，自從日本來講吼，全係染到嘅蛇來啊，講嘅蛇模啊，就禮拜吼，我是看到吼，佢換一張照片哦，是講吼，他頭一紮讓黑男向下翕相，是 po 文講吼。 走在時尚東區，有人找我來配對，怎麼辦？佢講怎麼辦？佢問怎麼辦呢？你就來一個，沒有怎麼辦啊？係啊，郭總你就知道佢按呢很誇張係嗎？係啦，給自己太多了掌聲。韓劇幾擺，佢玩大頭貼哦，佢係按用吼，笑到像皮包骨按用嘅音哦。該大頭貼吼，佢上半身哦全部着上服哦，佢用繡誒，他用繡的 PS， 然後佢嘅胸肌啊拉出來啊，腹肌啊走冰塊按用哦。那是敢講吼，佢還打上哦，有一串文字哦，在那個大頭貼當講吼，打講吼，別嫉妒我，因為我是美貌強盜。 媽個美貌強盜，媽個強頭，我們大家的目注在不一強頭去啦。我看到你一個人講是會滑過去啊，因為師兄你講啊，因為基本基自家嘅種上太多了，唔強嘅。別煞皮咧，嘿，真勁。其實剛剛講到吼，按你朋友，其實沒有同多嘅朋友，同好啲一個，哎，兩個人哦就加穿嚟幾多錢，兩個人吼加班哦唔多啦，爭加一班橋天天哦，親就按你動腦嘢，就你都嘛老太家講按你加班啊就加錢的事情，嗰種兩種嘢就搶老幾保持一定嘅距離，唔好老幾出嚟絕交啦，就你係普通嘅朋友，按你做嘅，唔過還有這種嘅朋友哈，同玻璃心。 講起兩句哦，佢就會叫，按你很玻璃心的朋友有冇？有，我同充班嘅朋友都有。你明明係繼續嗰種咩都太近，朋友猜到我誒，哋朋友動到做，唔講我都猜到唔猜緊，冇，係朋友賤嘅啦。後來係啲朋友啊，非常貼片，一係就係玻璃心就算嘅，要動好面子，自然做我朋友一下好咧。係，比方講以前問我講，我要變皮膜，問我一下。剛剛我要變皮膜。我做油啊，你變得懂皮耶。懂飯嘅，我想去減皮。我就讓人講要減皮，唔講唔當要食宵夜，你要用嘅喏。唔過有人請我去，我就想我去下，因為呢，那係我唔去，我就請掃興啊。定下我一下就懂到一種朋友，係開用嘅時候。係啊，嗰種我就講你愛減皮咩？哦，唔過我剛剛我愛用很做的啊，因為有人比我下皮啊，衝百強愛用啊。那個時間我就會想講 ，OS 給你們愛做嘛嘅喏。唔過一種朋友其實我老幾懂好啦，因為就係真實朋友啦，係講自己想要懂這，我就會講懂
屁，我就懂屁，爱牛避风港爱牛奶，因为我知道爱牛嘅朋友就会爱见，就会老去讲实真嘅，系韩国来包容他。有啲人就讲的系冇，所以当上嘅本意废木一下。真嘅真嘅。係啊，佢哋種人都在為老講大拍講嘛，因為跟他講實話。當然會啊，因為就係我建議佢，係講自己可能一下係皮皮嘅，就講哇運動超誒，就會知道好像有條係乖乖誒，因為動感。就會說瞎話呢。係啊，所以我自己就會動感。哎，都是私家講，應該師傅真係一胎呢。係啊。你兩個真係係損友呢，好朋友。不過嘅小鳳嘅順項咩要按呢？心思同優秀同玻璃心，講一下情感就會吹踢佢嘅朋友。冇按嚴重啦，不過我做咩有好處呢？像玻璃心嘅朋友咪吼，我做嘅就較細心，嘅就做事情。做事情較認真啦。嘿，像我公司有一個同事，佢專門留公司規劃發通嘅，出去那料啊，用來安排行程嗰度。啊，有一排咪吼。伊就打電話來超講，你來去爬山啊、揭山啊，佢規劃嘅一天動好，就講你按呢一系列的活動，動住去那食飯啊，結束以後去那都在坐定歇困，全部計劃都動好。結果我就想講啊，我難得拜六禮拜歇困咪好，我想講啲福卡咪好，他吃鹽的喂，我就先拒絕他了。結果快咧，幾禮拜計劃嘅發通有冇？貴公司爭200-300人參加，聽唔聽？哦，快台。我按比亞我就接到佢嘅簡訊，一打開開門吼，咚，安尼跑起來的。暗藏哦，200-300多個字啦，就開始講啊，係咪我那位做亂唔好規劃，也係那叫人家都。要對才講呢。係啊。係佢話說，哦，我知道我送拜咪好，有乜嘅做亂唔好，唔過禮拜我有注意到誒，啊禮拜當什麼按照人參加，就開始我就講沒有啦，我就傳3個字嘛。馬上咚就40-50個字，我提供我以後用。看到阿里動態。其實玻璃心嘅朋友懂在乎偏見嘅想法。我就發現到我錯了，我經驗應該乖去就好。佢種樹吼一開始就答應佢，喊他放片。我一點到我用喊卡多嘅時機去讓佢講，沒有，你很棒，你很好，大家很謝謝。唔懂good。no good，只要鼓勵。no good 係愛你太假。因為那種人有懂創業有點冇，因為那種人愛熱心，做事情又按認真嘅人咪好，你總唔能去損害佢啊。係，佢說要發動多時間。佢哋鼓勵下，係呢度要鼓勵下。佢白強嘅，你係選睇吼，要按用玻璃心嘅朋友麼？當然沒有，要按用嘅當然有吼。因為我嘅大學嘅同學哦，佢嘅朋友吼係一個當玻璃心嘅朋友，你嘛嘅講呢係因為吼，佢3天1小坡，5天1大坡，嗰種當衝嘅穩重吼，叫講吼佢男朋友啊，按用唔好啦，叫講吼佢如用伴老佢媽媽讓嫁啦，叫講啦佢做跳路啦，拄到嘛嘅唔順嘅事情啦，那你冇本應從事啦，叫吼跳下腳。嘿，人上當中哦，大家愛到吼，常認識幾個時節哦，愛喊會吼，愛到喊會，嘿，同佢講啊，配機哈，強下交幾個男朋友啊，唔過，你下大家圈地幾係安用嘅人，所以愛到是看到這種 po 文哦，是會劃過去溜過去吼，完全不理他，下面下背哦，完全冇人留言啊，飛機啊。韓國連按讚沒冇幾個人，係啊，動好頭拍啊，係啊，動好嘅頭拍哦，吐寫文啊，即係動腦人，本人動腦吼，都在喺有乜嘅事情好來講咯。因為都啱都見講啊，捱唔係啊，偏3年唔係，都係自家有反向冇係。佢最近情況有啲重要。有安樣嘅朋友啦，然後我拄到安樣嘅朋友哦，我是想講啊，佢按容易心焦啊，所以我是拄到安樣嘅朋友，其實我係一個好心肝好軟嘅人，自家講啊，我本身是心肝好軟啊，我是會聽佢講話啊，還會撈佢配機啊，撈佢寫嘅啊，本佢心情好過。可是啦，有一種人啊是係你越寫機，你越配機越關心佢，其實越傷身啊，其實越艱苦。係啊，所以開始到關心美適度時候咧，係冇幾隻家是沒辦法勇敢起來啊。真緊吼，大擺吼，拄到兩種朋友就會老伊講，拜託。
加油好吗？同學加油好冇？較堅強啲嘅吼。唔過吼，你嘅順風吼，唔但搶係一種玻璃型嘅朋友，還有嘅動腦型哦。嘅觀眾朋友們想下，到底乜嘅型嘅朋友？媽寶型到底係乜嘅型嘅朋友？按定然後，你先了下，等下轉來，我再講乜嘅係媽寶型。大擺轉去嘅時節，佢都會帶一拖拉骨嘅熊。一拖拉骨，咁樣拖吧。唔知喺地位都種乜嘅冇？種乜嘅？種衫褲、帶衫。哦，做嘅衫褲。係，當初。幾禮拜嘅出汗數啦。係，全部都再帶轉去本家慢慢劈下啦。歡迎到咗嚟後生太上講嘅節目現場嗬，家中面有老大家講到嗬，叫做媽寶型、媽寶型，係爸寶型、阿爸寶嘅朋友，到底係乜嘅型嗬？有一種朋友嗬，佢乜嘅事情佢唔會自己決定，乜嘅事情要問阿爸阿妹按啱用辦做，一係又睇下歐巴係乜嘅事情可以意思自己嘅爸爸媽媽來聽書章做地來完成。到底你身旁有乜嘅媽寶型、爸寶型嘅朋友冇？有，我有隻朋友就係非常嘅善人嘅，就係非常阿妹寶貝嘅。阿妹寶貝，阿妹寶啦吼。係，你從細細就向下狀態，因為你係學校嘅同學。其實佢以前做嘅學校時就非常嘅善人嚟啊。不過佢下特別係佢係乜嘅事情都會問阿妹還有阿爸，佢係經濟能力。會靠阿妹，係要見錢到嘅。有可能啊，但係他做得啦，就是經濟較冇自己經濟嘅獨立嘅能力嘛，佢就可以克服卡嘅。佢係多日下，多啲下，佢就要得歐巴。都出沙飛嘅呢。你是兩歲人呢？冇問，唔過其實我感覺佢單純就係非常嘅單純，非常嘅善人，感覺佢可能冇上嘅狀態。係嗰種呢，從以前佢有錢到嘅問題，乜嘅事情都會問朋友，嗰種呢，我就會脾氣，係要聽書記，為咗講，向下來解問。係，你唔係做這樣做的，你係做下好啊。唔過佢又有自己嘅想法。嗰時香港人就感覺，你想要改變話，因為問批殺人其實咩冇乜嘅用處，一定會自己想要改變。不過我感覺就算係阿妹寶貝啊，係阿爸寶貝啊，都唔會改變，係影響到你嘅朋友嘅感情。幾理解咯？遇到安尼媽寶型嘅朋友用解釋？係我超嘢有嘅阿妹寶貝嘅朋友，唔過佢阿妹寶係啦，真係唔會影響到感情啊！佢咩係我好朋友，佢像我頭擺嘅時間，因就會帶熟沙，佢係誰來嘅啦？誰來朋友？嗰時間我一個禮拜啊，真轉去100天聽。唔過啊，佢貴重1年生2年生啦，因為啊。大擺轉去嘅時節，佢都會帶一拖拉骨嘅熊嘅。一拖拉骨咁樣睇歐巴。唔知喺地位都種乜嘅冇？種乜嘅？種衫褲、帶衫。歐洲嘅衫褲。慢咧，一條係歐洲嘅衫褲。慢些，我帶咗唔部卡其色。冇唔通佢要基礎嘅冇，因為。哇，我當佩服嘅唔係佢，係夾嘅需要。當初。幾禮拜嘅出汗數啦。係，全部都再帶咗去本家慢慢劈下啦。誒，講嘢到。可能喺家媽媽要求嘅。太誇張嘅嗬。不過幾大班，因為我老佢同學啦，大班會超佢出去嘅時節，佢都會講。我問眼媽媽一下，看佢喺制藝冇。嗰個佢家是嘅媽媽冇做唔得制，佢就唔會出來。佢就唔會出來咧。但係我想講，自家真係炒茶係啊，後面啲見有冇炒茶冇？喺挨條枸杞嘅，枸杞嘅，挨條枸杞。枸杞用辦到我會炒台中枸杞。冇唔錯，因為亞洲嘅朋友真係係欠搶啦，搶面媽啦，搶面妒忌啦。係，就係從北強啊，啲媽寶啊，挨條就會見講啊媽寶。佢爸爸。唔會掌握下，唔會掌握下啦。咁講，佢後面就勁上，就會後面就會勁超挨條講，你講見一禮拜會掌握下冇？佢就會講，挨老面強下炒茶，而就會天天會自家炒茶，會自家洗衫褲。嗰個遇到呢種媽寶、阿妹寶嘅朋友，會遲早會想去改變佢嗬。係，真係會想去改變嘅，因為亞洲挨咗阿妹寶嘅朋友嗬，加上習慣都應該都會善良嘅啦，唔會動快。習慣係好心嘅。係好心嘅，就會改變一下就好咧。可能康復卡度吼，某個事情攞嚟做，偏偏故作佢習慣的嗰種想法。真嘅，現在要來問就係有聲人嘅哦，嘅灰氣，你睇下有聲人，聲人咩動態咩突貴重咧？佢家是
虽然呢有那种妈宝爸宝的倾向，知道很用扮演。从爱你嗰只戏台係絕對冇按到媽寶爸寶嘅朋友啦，因為愛嗰種戲是大家親族都啲，就是自己愛透獵。他媽嘅事情未啲講，總得條下兒是阿爸阿妹，所以當做大家都啲自家嘅事情自家做。佢從愛自家嘅成因呢？送包卵是當時嘅是說從413啊433，然後自家冇一樣咧講出來，安樣咁好。我話佢從佢啦是中班嘅時節啦，我是搶佢自家，拜託佢自家學蛇跳那麼兩件事情。哦，自家攞蛇跳那麼，自家蛇跳那麼中班差唔多5歲甜甜哦，差唔多4、5歲吧。我跟阿妹係咩差唔多咧？差唔多，阿妹係打卡動到。啊，不用你去給他寫，就差1年聽聽啊。聽聽呢，本游泳圈。那時候是中班，開始本佢自家要練習自己洗頭髮，咁咪係獨立嘅一個學習的部分。佢佢嗰陣時學蛇跳那麼嘅時節是係差唔多腳嘅一個專業吧。哇！即係落去蛇先佢是腳，佢佢自家蛇，自家沖水，佢自己有個水沖到佢自家凍定影響，佢是腳凍台上。係一頭腳，擦過嘅見就到木竹地，係就到木竹地吧。可是應該冇去救佢啊，還係本佢媽媽救我，冇媽寶這件事哦，還是本佢自家蛇。佢一專業好，佢是會蛇。故所我從細開始訓練就錯嘅。係，你是本佢管啊，咩講訓練？中班去給他寫條那麼，啊幾多歲我從前拿轉來？唔是拿轉來給學個2次架就好，最後這架就好，我不會要求他啦，不敢奢望夢想。照顧好自家是好，然後對自家負責。故所談起來嘅飛禽呢，細妹嘅人嘅妹都同獨立吃住吼，佢嘅朋友地位有喊媽寶型嘅朋友冇？我記得佢國小有一張通號是係啦，公主型。公主啦，就嘛該事情你服侍來就好。爸爸係醫生，和媽媽護理師，佢都來。嗰隻同學就是嗰隻同學參與佢哋個活動嘅全部嘅時間，所以先考慮到嗰隻同學哦，因為嗰隻同學都係用接送嘅，就像頭先李家講嘅，佢都係係外面仔嘅，和嗰隻同學又參加佢哋個活動時會，他們就會順便有高級的便車可以搭，所以叫媽媽係。所以我是到安因唔係同學啦，和過了時了隻同學去到那呀，是一通電話。頭下打，我哋下到街到那哦做乜嘅事情哦，頭下打。可是我唔會按用要求送包咯，因為我知道從我是相信佢，因為頭下都係我老佢同下相處嘛，所以我第幾個準則到嚟。哦，所以從細訓練佢，乜嘅事情媽媽會讓你做，乜嘅事情媽媽唔會絕對唔會讓你做，做唔得本機有原則就錯嘅。嘅白強信行咁樣按用應該媽寶嘅通行。冇，我咩？因為你自家就係，唔係，絕對唔係。我吼冇乜嘅媽寶嘅朋友啦，不過吼我遇到朋友係做乜嘅事情之前哦，全會問爸爸媽媽嘅意見嘅朋友。啊，因為遇到嘅像爸爸媽媽，唔敢係，唔算咯，不算，沒有種上圖講吼，其實很大的鼓勵安樣嘅人啊，因為吼像我哋啊出社會之後吼。經來經台啊，假使吼爸爸媽媽啲佢哋有自家嘅意見，就得本身應該從事啦。其實佢哋未會一定當翻當翻嘢啦，係。故作仲係悶，竟然哋喊會悶喎。你講係啊？係啊，講到按多，竟然自家會悶。我來證實一下，我唔係媽寶，因為除了哦國中啊、高中啊。大學嘅學費以外哦，我嘅像生活費啦，像我自己想去買嘅東西啊，像係我畢業之後啊，我當年吼全部本我爸爸媽媽錢嘅，所以事實證明我唔係媽寶。今日做事情之前會撈阿爸阿妹講嗎？這不在討論範圍。不在討，剛阿妹講想要做事情會先問爸爸媽媽。那你自己會問嗎？唔會。因為我感覺吼，大家要做到問爸爸媽媽了解事情嘅動難啦，從我唔定義到啦，從我是冇辦法先問。那上次我教我問呢，我啲北鉗老小朋絕對唔會，因為做乜嘅，佢哋兩隻都
高中的时节，就是七家头攀树记的，无老爸爸妈妈讲。真紧，古时候连他切对唔会摸嘛。这是讲，你较有想法对嘛？嘿啦，嘛该想法，嘛该想法，成熟嘅想法啦。成熟的想法吼，古时候从高中开始就培养这个他成熟的想法吼。除了俩条以外吼，还有一种嘅朋友吼，懂得人啊见色忘友。有咧男朋友就唔记得自家本身的好朋友，到底两种朋友会有乜嘅情形、乜樣嘅態度咧？你先聊一下，等下轉來，我再講了。唔聽我擺啦，真嘅，像你大概就煮飯啊，就冇煮飯多。係啊，因為我大概就5點會關門嘅時間，然後煮飯就係啫。今天服務已結束，結束營業。嘅總白強咩係一隻充實強有嘅人啊！我先唔敢講法哦，因為我情人啊，我咪係重色輕友加1+1啦。係啊，很誇張誒。歡迎到咗嚟後生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嗬，家中面要講到有啲朋友嗬有異性沒人性，就話按呢係唔係充實強有嘅兩種朋友係萬一自家聲音，就係唔自家係咪？係唔講係咩要按到朋友咩愛啊，像自己咩係啊，有異性冇人性。冇啦，係愛自家就係重色輕友嘅朋友啊。唔過愛愛用重色輕友吼，愛朋友都會原諒愛，故說愛做愛朋友都會同好嘅朋友。很大氣呢。係像係頭擺啊啲受傷啊，嗰時冇男朋友嘅時節啊，都會轉去到朋友變了嘅時節，就會向下嚟寬恕，係也係按部也去戇嘅啊，也係向下嚟做其他嘅事情。唔過等到愛有男朋友嘅時節，愛就會人間蒸發，愛朋友會就會自家嚟寬恕。但係當人朋友親像本人打入南疆嘅備胎，已經係排泄啦。韓國有場時，像愛嘅男朋友上是會避過來嘛，就很突然的事情，愛就會老後面嘅姐妹約會，全部老去氣小體。啊哦，有按飯哦。冇，他冇按飯，唔過按用啊嘅朋友吼，迄個無欠吼，真係真嘅朋友，就會體諒你、包容你。唔過愛知道愛自家重色輕友吼，絕對唔會老會去質疑好自按用按洋蔥啦。等下。連子瑜也是這樣子哦。妹，其實你按用。我剛才真會講，愛請戰神你按用做，你睇那個男朋友比愛嘅事情嘅，將愛嘅約會氣小聽愛感覺做地，係真係唔講要講愛吼，跟住愛就聲音愛係見色忘友嘅人。等下，愛啲做嘛嘅，你都會遇到按到奇奇怪怪嘅朋友。剛才有講到嘛，嘛嘅好慢道啊，好價錢唔煩啊，又遇到奇奇怪怪嘅朋友，結果你都一剎都係充實強友啦。因為留下來朋友真係真勁嘅朋友，係冇？真質疑唔用辦充實強友。其實呢，我剛剛我喊做地啦。自家講啊。唔係，其實真係嚟。有男朋友嘅時節就會冇按念我嘅朋友，因為呢有男朋友時節就冇時間啊，嗰種就唔講我真係愛講一下，因為像我頭擺吼，佢冇男朋友嘅時節，佢當然啊都會賴我，就會講誒見本佢好冇啊，唔見愛見本佢做頭都發生乜嘅事情啊，按用乜愛哦，結果佢有男朋友嘅時節呢。愛就被打入冷宮了，完全佢都冇攞嚟聯動哦。因為佢都愛回唔回嘅，愛 M 唔 M 啊，愛答唔答？好啦，我本嚟講法嘛。好開始。其實我剛剛我喊做的係因為我有男朋友時，我私下老我嘅朋友講，我有男朋友，過送一兩下就冇按到時間了。我是見色忘友的，我就會自己去跟他自首，我會承認，我承認兩件事情。此屬無錯。後來我就老我嘅朋友講，像我嘅男朋友兩下男朋友啊，係因為講佢做事可以做到黑暗，嗰時候佢咩睡到黑暗，嗰時候人哋約會嘅時係黑暗嘅時按不條嘅時間。黑暗嘅時間約會。我老我嘅朋友講，咩唔係做唔得約，像佢係氣少，我冇按用哦。我講做得約，唔過愛提前攞嚟約。韓國有時間先，我先出門。買個時間，我捏10條也買時間。那係我用啊一天會捏10條，5點以前。
还会写猪文就错嘞。难怪伊讲伊的朋友迄菜钱唔菜多啦，难怪就会按钮啦吼。因为太家都冇想老老朋友。啊，我也不是没有商量余地哈，嘿，哪个有朋友在你某时间哎，不是我们周的，不过会提前讲啊，然后对老男跟男朋友请假，还要请假，会写老你猪文就错嘅，要写猪文，马该这么瘦啊，会让你写猪文。可能我会写大天班，我会写那，可能我一个礼拜以前还6个礼拜前。你太欧白啦，真嘅，像你大概就猪文啊，就冇猪文多。对啊，你们挨大概就5点会关门的时间，然后你猪文就还在今天服务已结束，结束营业，给总办起来，唔嘿一只充实强油嘅人啊！我吼，我聽唔敢講法吼，因為我情形啊，我咪係重色輕友+1+1啦。艾迪啊，很夸张哎！艾迪吼，你看根本2片就30，跟王小哥唔是讲艾就第几迄充实强，蛮温度嘞，全部吼50年有40年充实强，难怪你都会拄到各种奇奇怪怪吼。奇奇靠靠的朋友，马该有死都不宜放鸽子。嗰種所以播音就超嘅。播音啊！記得係有對呢種嘅問題，唔過呢其實真有對嘅問題嘅人啊，你下已經唔係朋友咧。係真嘅。誒，主要以氣勢 OK 好冇？唔過，我先講下有講嘛，重色輕友是嘛，像 N3茶就係。唔過呢。我知道啊，我就係重色輕友，係因為我好記，係重色輕友，我將來好嘅，故說我說我嘅學長呢，咪係有什麼學長，就是有什麼學妹，唔知嘛？傳承。唔知嘛？你客家要見老古人講嘛嘅。價格無好用，心橋就同無雙。然後個價格無好用，就心橋就同無雙啦。我來講明一下，你看到我頭前我有講，我對我朋友，馬家就做在家，三夫做在家，夫妹做在家，媽嘅妹做在家，就大夫嘅冇家己，你知？我錢就家己嘅，我兩肋插刀用我講嚟建設方面。兩肋插刀，我在歐拜吼。我知道這種風味。對嘛，也就有家庭嘅。可是結婚了，可能多少冇用。結婚，應該冇。我有正常，不過今日唔係見色忘友，嗰是有原因咧。比如我有經驗，係有家庭嘅經驗，有家庭嘅經驗，我係好男人，係嘛？切假講啦，切假講嚟哦。蘇夢行出來切假講條啊！唔係，因為結婚了後。韓家講有生意的了後啦，事情要輕多輕無限，看無按到時間講哦，現在了講起就起，現在食飯講起就起。有冇可能老闆娘啊，生意呢剝到副卡度？係啊，上咩都唔得講點啊？係啊，嗰個都冇辦法啊。冇嗰首記一下啲乖嘅王太太啊，乖嘅王太太啊。還有建設忘友。係啊。誒，就按呢哈，給飛機知道咁樣有漲。應該不得不建設忘友，不得不哈，跟按呢度都按呢個 NG 嘅行為嘅時節哈，按你講到按到，我用辦來片面咯。我認為啊，從我之間我是係因為特生人都冇窮用嘛，所以要各沙嘅性格啦，各沙之間嘅做事情嘅方式啦。從我啊，我是會提倡講。我自家對朋友原來嘅hand圖就個好睇啲，係香港係你自家嘅一道性格啦，係其他乜嘅問題，我是都唔好影響到拍沙，唔好變拍沙嘅。交朋友嘅時就會知道，誒朋友啊，我談咧按呢，係，安樣變到。君子之交淡如水，跟家父經講嘅動重要，就係愛互相嚟保養嗬。還有你客家語咩要講嘛？輸人一口，萬人一斗嘛，就受人點滴要湧泉以報嘛。你騙人哦，然後你加錢加東西哈，有加有返，高加你就唔會難。冇，還有你自家會注意到，冇因為那些賒錢啊、賒東西啊，就個自家唔會注意到，因為哈會俾你食髓知會知道。係啊，你做對咯，我見做見雙春咯。做面子做唔得太超過啦。誒，做唔得太超過嘛。佢像係喺那些親熟識、親親妹嘅朋友啊，叫乜嘅問題呢就會出價老結果。不過我感覺做地出價講係會人哋親好，不過沙定對方嘅缺點，哎用就下唔好，因為就算係
亲情妹嘅朋友會促送，係那樣就唔好。就撒點幾個缺點，跟你講，哎，你怎麼每次都遲到？你就會給失派給你，佢會遲到你就會失派，就度後就後面嘅。有啲人像加油講到嘛個媽寶爸寶這樣，有啲人就佢衝刺去個熱愛，故所佢嘛個事情會徵詢去個熱愛嘅意見，因為對佢來講，熱愛就係第一順位，係唔係？係。故所自己用吧，你知道。朋友對你好的感覺很有。我講我真經，會像我真經朋友係猜忌唔猜到嘛？故說真經好嘅朋友真經輕笑，故說有好嘅朋友就會好好嘅通下記。通下記。係真嘅通下記。真相。係。如果你對朋友咩做唔得用理所當然的態度。對你好唔係刺眼啊。係。因為像朋友對你好，聽咩貼片準備嘛，個東西係。可能以前有貼片準備，就會東西本記啊，係啲禮物嘛，嘅不過貼片拿本記，跟我嘅朋友就嫌咧，故所我就哎呦，兩片愛嘅東西啊，我就會有啲偷偷。我喜歡粉紅色最豐盛，你又說愛藍色，愛最惱藍色。因為就算係親戚咩，係有啲時係咩唔知己真嘅喜歡嘛嘅東西啊。故所雖然講朋友之間做啲私家講法，不過有啲時咩做啲假一下，就是。也不是說假，就係我說其實係假嘅，就是假朋友。所謂善意的謊言，謊言是佢玩掉嘅嗬。冇唔錯，係。就係我知道嗬，家講到嗬，就係當然啊，冇去踢球過啊，即係冇按出價，跟你敢知道喏？每次都心音非常重要。心音，因為有心音嘛，咱們有了解，咱們有保養，咱們好朋友，錯冇？錯。趕快拍手，唔錯，因為我知道其實朋友啊，冇分乜嘅好老壞啊，係你要用乜嘅心態嚟接觸你嘅朋友。係講有好朋友就好好嚟通下佢，係講冇好朋友咩做唔得講佢嘅壞人啊，係看你要用辦嘅看法嚟看佢。不過我知道最重要嘅呢，就係緣分非常重要。真嘅緣分非常重要。係交朋友緣分非常重要。我感覺世界當吼各種各樣嘅人動到咧，像啊 no good 啊，像啊 don't good 啊，像係喊做得 good 啊，嗰時候就連我自家未動到嘅奇怪嘅地方嘅時候，你我感覺最好避免 no good 朋友嘅方法是係盡量做你自家。唔好讓向撇山，唔好讓向撇山，嗰是係最好嘅辦法咧。真嘅。因為其實大家都講到清楚吼，到底嘛嘅係 NG 嘅行為，即個按用辦來避免呢種 NG 嘅行為。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們要注意到，你人老人之間最重要係嘛嘅愛感情，莫唔記得吼，你朋友對你好唔係當然嘅，唔係應該嘅事情。有時候互相尊重係人老人之間最重要嘅關係嘅連接嘅方式咯。希望今日大家分享，做嚟本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做一個參考。下禮拜同一個時間，我繼續來收看《後生太上宮》，要發大家高。